请思琴继续。刚刚他拄啊第三节，有几个字咱来小看一下。钱啊，铁石，过来，心心过管无让明日。啊，落尾句，事愿光明安定安。我们待会唱到第3节这几个字再留意一下，我们一样从头唱哦。第1节开始哦。困求相信，感动关心，把主亮亮脚前。相信亲像天下天时，过往无人迷人，心情浩瀚，时常行向上观光明。第4节，主那在阮心内坚定，对你为的栽培，对主行动就出大声。聚会时已经到，大家安静心，准备礼拜。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请奏乐。
上主圣神，求你降临来踮伫阮中间，亲像清风来洁净阮，亲像火焰来点着阮，亲像露水来润泽阮，来指出阮的失错，来改变阮的歹所行，来圣化阮的心灵活命，互阮达成至善，互你受最大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咱们来唱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荣光归圣子上帝，荣光归伫圣神上帝，荣光归三位一体。荣光，荣光，荣光上帝，荣光主到万万世。大家请起立。请坐。这时，请大家安静家己的心。咱来到上帝面前，一定有啥物话要对上帝讲。咱到上帝的圣殿，上帝要听咱的祈祷，请咱安静。至高的上帝，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来到圣殿，求你感纳阮的礼拜。疼痛的天父，感谢你赏赐阮有祈祷的权柄。阮知，阮若拍门，你就要开门；阮若恳求，你就要替阮开路。这个时阵，阮将心中所看虑的、所计划的、所意爱的，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求主引带，主啊，当阮掀开报纸，看到社会新闻，看到国际局势，阮的心常常失去平安。求主你用真理甲恩典来包围阮，互阮会当专心来敲找圣神的引带。阮要相信你的大权能，阮要勇敢向前行。阮要做主爱阮做的代志，求主帮助阮。感谢上帝，赏赐台湾雨水，虽望水库还未完全填，总是阮相信主的恩典够阮用，互阮无得到欠缺。后礼拜有一个风台要接近台湾，阮为这项代志祈祷，求主赏赐阮有够额洪水，阁赏赐阮平安。亲爱的圣神，求你运行伫公园教会，互牧师甲长执
所进行的逐项事工，拢会当利益伫人，荣光伫上帝。也求圣神伫逐个小组甲团契中间，来教示阮安怎来彼此相听，互阮会当互相扶持，同心合意来传福音。最后，阮为着阮中间有兄弟身体欠安、心神软正，以及经济出问题的兄弟来恳求，恳求圣神牵伊的手，带因平安经过这个困难，互因得到喜乐，得到快乐，得到医治。感谢上帝听阮的恳求，愿荣光拢归伫你。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是咱来读启应文，伫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28篇，我来启各位兄弟来用。启应文第28篇，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煞的少，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咱做伙来读圣经。今仔日要读的经文伫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1节，安尼讲。迄个甲我讲话的使者佫活来，甲我叫醒，亲像甲得困的人叫精神。第2节，伊问我：你看到啥物？我讲：我有看到一座金灯台，台顶有一个底油的盆，盆顶有7支灯，逐支灯有7个灯芯。第3节，灯台边有2丛橄榄树。一丛伫油盆的正边，一丛伫倒边。我问甲我讲话的天使先生，这个在表示啥物？伊应我讲，你毋知这个是啥物意思哦？我讲，先生，我毋知。伊甲我解说，上主吩咐所罗巴伯的话是安尼。毋是靠权力，毋是靠才能，着靠我的神，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大山啊，你算啥物？你伫所罗巴伯的面前变做平地。伊甲上帝上重要的石搬出来的时，众人会话讲：上帝赐福，上帝赐福，上帝话大有快来，感谢俄罗主。这是要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圣神降临》。
煞接是讲堂的时间，本堂牧师要带来信息是：我靠圣神行事，我靠圣神行事。姊妹平安。这个节日，这个主日是圣神降临节。前一遍咱庆祝这个日，并不是讲咱对圣神的了解，也是对圣神的重视在这个节日中间才来进行。每一天、每一时刻，圣神敢若三甲同在，带伫咱的内面，这是咱的快乐，也是咱做所有代志，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咱做服侍，圣神拢甲咱三甲同在。不过伫这个主日中间，咱个一遍，搁来强调圣神对咱的帮助，那就怎样来倚靠伊？伫今仔日伫经文中间。如果咱若是要了解今日嘅经文，咱需要进入到这历史内面来知影上帝透过这经文所要教示咱的。伫公元586年以前，以色列人因先建立的犹大国，去互巴比伦来灭没。伫迄个当时呢，大毕建立大毕的王朝，然后所罗门接续，然后所罗门了后，以色列人伊就分做两国，伫北边的叫做以色列国，伫南边的叫做犹大国。这以色列国呢，伫搁较早，就去互灭没，去互亚述帝国灭没，然后150年了后，这犹大国去互巴比伦灭亡。无久了后呢，这个波斯帝国搁将这个巴比伦灭亡安尼。所以这个犹大国差不多灭亡70年了后，照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就是讲这百姓受迁徙到其他的所在，70年了后，因要去倒转来到这个所在。是过去的中间，这是该恶劣发生。为什么呢？过去那安尼灭无一个国家？通常将这百姓迁徙去到所在，做奴隶，互伊莫阁转来原来所在，安尼伊较袂反叛。但是呢，耶利米照圣经、照上帝予伊的预言，讲70年了后，因会阁倒转来。所以呢，照这个预言，这波斯王就讲恁通转去。所以呢，伫迄个以斯拉的记载内面，差不多有4万几个人，伫迄个时阵，因就转到原来的所在。带领印的呢，就是所罗巴伯，甲祭司约书亚。这个所罗巴伯呢，其实就是迄个大卫王的后代啦，安尼迁徙了后，到伫第3代，伊就带领这以色列人转来到原来的所在。当时这个圣殿已经毁坏，因为巴比伦攻入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就将这所罗门所起的这真辉煌的圣殿，给败坏掉。这个圣殿呢，是过去以色列人因生活以及因的信仰一个重心。因非常重要一项代志，就是因爱定时来到这个耶路撒冷中间来敬拜。因拢总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呢，因维持这12个支派联合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就是耶路撒冷敬拜同一个上帝。所以呢，这个圣殿对伊来讲是非常重要。但是伫这个国家灭亡了后呢，这个圣殿就毁坏。所以这个人因对波斯帝国转来到原来犹太地的时阵，第一项上界重要的事，就是重新起造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这是对维持因这个国家，也是因的生活，也是因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敬拜上帝伫圣殿内面。所以呢，因就开始起这个圣殿。但是起的过程中间，因拄着真大一个阻碍，因为因迁徙了后，这巴比伦将其他所在人迁徙来到这犹太地，因就讲，我这犹太人搁转来阮这个所在，然后要起圣殿，因就安尼，但因阻碍，无爱互定心伫所在起，所以迄个阻碍非常的大，搁来威胁啦，搁到皇帝迄个所在就是讲袂使互搁定起。定起圣殿就是要反叛国王安尼意思。所以呢，迄个阻力真大安尼。所以这以色列人转来了，伊就互家己一个理由，
阻碍遐尼大，安尼可能毋是咱起圣殿的一个时机啦。安尼即样代志来按的。即马倒来到即个所在，70年了后，即个所在拢非常偏远，战争、人口迁徙，所以我嘛是爱过家己的生活。所有代志拢要重新来，重新开始，着要安顿家己的生活，互咱家己的生活，互伊安尼搁较好势一点嘛，安尼。所以呢，伊就将重心放到家己的生活内面，安顿生活。因为家己的理由是讲，如果我伫遮生活若较稳定咧，听下好的时机，若是阻碍莫遐尼大，迄时阵我来起圣殿安尼，内忧外患拢差不多处理好势了后，逐项代志拢顺顺势，然后呢，代志拢会当真顺利进行，我生活有一个定着有气力，安尼我来起圣殿。所以呢，这个圣殿的工程，安尼荒废差不多16年到20年，放伫迄个所在。然后因的生活拢有安尼提升，因的生活嘛真安定。但是安定了后，又开始享受生活。然后呢，圣殿嘛是搁继续放伫遐，无来管。所以呢，伫旧约中间有哈该书，然后有撒加利亚书，这个所在讲到一项，哈该大人讲。现在恁已经生活真好势，但是这个圣殿犹原荒废伫迄个所在，所以哈该就每年讲，恁着爱好好检讨恁家己的行为。迄个行为并毋是讲到你本身是毋是做好行为有道德，有犯着罪，毋是这个代志。但是要讲反省恁家己生活的方式甲目标，伊安尼讲。你常常安尼去投资做一个代志，种做物件，也经济表示你的投资，但是你的收成少。你安尼食，真注重你的食，但是恁食袂饱；啉无够，穿无温暖。恁领工钱上班趁钱，但是工资有限，而且呢，所赚的钱哪像安尼落伫破空的袋仔内面，落入去就消扬去。姊妹，这是讲到一个情形，有一个真大的对比。所以上帝讲，恁着爱审查恁家己生活的一个重点。现在着紧起来，圣殿荒废伫遮，恁过家己的生活，着起来起造圣殿。如果恁若完成这个工作，照我所讲的，我因为安尼心欢喜。所以你个所在讲到，因为我意爱是我的殿，表示讲，当你家己过家己的生活，无过上帝的时阵，上帝的喜乐、欢喜消失。通显明显示我的阳光，表示当正人过家己的生活，无过着上帝的时阵，佢并无去顾到上帝荣耀的事，因为起圣殿是关系上帝荣耀，所以伫遮有2项事：敬拜。第二，关系上帝荣耀。兄弟姊妹，当伊将起圣殿的事放伫迄个所在，过家己的生活的时阵，上帝伫即个所在提醒伊讲：你得反省，敬拜生活伫倒位，关系上帝荣耀的事伫倒位，怎样无人顾念上帝荣耀的事呢？然后撒加利亚看免遮以色列人讲：毋是我靠权利，嘛毋是我靠才能，乃是我靠我的神圣神。然后讲，虽然有真大的阻碍，亲像大山共款，这无算啥物，因为伫所罗巴伯伊的带领中间，如果你若是重新起圣殿的时阵，这个阻碍大山要收平。所罗巴伯若愿意伫这圣殿下地基，一定会互伊完成，因为上帝要帮助伊，互伊地基下来了后，一定完成这个工作。到有一天，完成这个圣殿的工作，伫顶面放了上界重要的石，表示讲圣殿完成的时阵，安尼上帝要祝福，上帝要祝福。所以伫所在讲到一项，上帝的祝福
毋是咱的努力，咱的拍拼而已，乃是咱有完成上帝交付予咱的责任了后、任务了后、使命了后，上帝亲自的祝福。安尼你就知，当你完成这个事的时阵，是上帝的旨意，切紧你来做这个代志。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予以色列人真明确一个使命，就是重新起圣殿，关系敬拜，重新开始敬拜生活，起圣殿，开始追求上帝荣耀的事。虽然圣殿的工作有真大一个阻碍，但是问题毋是伫外在环境，毋是伫真多的困难，问题毋是伫上帝，而是伫人的信心。是毋是有遵趁上帝的旨意？是毋是有拟定伊家己本身上界优先的生活的处事，将上帝放伫上界重要的中心中间？所以，如果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所有一切事拢会排除，直到完成圣殿。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其实是对咱每一个人的，嘛是一个提醒，检讨咱家己的行为，检讨咱家己生活的重心。有时阵，咱真欢喜读这个诗篇139篇。伊安尼讲：上帝啊，你为着我安排的日，拢完全记伫你的册。你对我的意念真好地了解。上帝啊，你的心思袂算定。咱就感觉讲，上帝啊，我来当安尼有你好旨意伫我的心上，一定会祝福我，会当帮助我。但这个所在的意思，咱是讲到。上帝，你的心思对我是真好地了解，但是咱有去追求上帝的心思到底是啥物无？上帝啊，我有我的心思，我希望我当过了真好的生活，我伫我生活中得到真大一个祝福，但是上帝的心思讲，荣耀敬拜。有时咱感觉讲，我要行家己的路。上帝，你有替我安排真好，这个路拢记你的册。但是上帝啊，我行什么所在，你就教我去迄。我无做什么代志，你就要祝福的。安尼，我会当感受到上帝你对我的祝福。但是上帝讲，你的意念无一定甲我意念同款，你的路甲我的路无一定同款。如果来当遵趁我对你一生所定定的旨意。迄个心思袂算的，拢是对你有一个帮助。但是，这个所在，行伫上帝意念甲道路中间。有时咱若反省咱家己的时阵，看咱家己的现在生活，其实嘛甲遐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差不多。所以你若是拍开你的电视拍开你的电脑的时阵，看着真侪这消息。看到这真侪这的社会活动，到底有啥物物件入去到你的心内，你会去注重安尼？差不多伫咱内面进入到心思内面，你会感觉讲我来看即马房地产，看啥物种的情形，房屋市场，我就开始注意看即马徛起的环境到底是啥物。即摆差不多甲当时人所讲的咱真注意咱家己的内面，装潢和舒适。这就是以色列人讲的就是圣经内面讲的，已经有徛起的所在，但是要较装潢较舒适的，这圣经内面装潢舒适。咱嘛会去注重理财，要安怎互咱的钱源会较生产较侪，安尼搁较加倍，所以投资。咱嘛会注重咱的食所以追求美食，安尼有阵个兄弟姊妹。注重这个，我感觉讲哇，上帝创造这个物件资料真好，这个物件嘛是真好。但是有当时咱过度用真侪心呢，世界细界去做迄个美食，要注重哪一间餐厅最好。我注重其他物件，但是我这做无法度的安尼。就像咱讲牧师恁教会附近遐一间偌好食偌好食安尼吼，我住伫隔壁，我都毋知影。你大拜的人拢找咧到遮安尼。有啦，阮都去到遐时候，拢第一所在拢找看好的餐厅无？人家当地的美食是什么？伊嘛讲到啉，姊妹，咱有各种的饮料。伊嘛讲到穿，然后咱注重时尚，咱注重名牌，咱注重咱穿着的品味。差不多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
恁住迄个装潢的厝，恁注重食、注重穿、注重啉，啊，你嘛是上班，咱嘛是上班领工钱啊，薪水啊，注重看薪水通增加会袂？然后对一间公司，当待遇较好，嘛是亲像现共款，现今共款的，恁领工钱，但是欠过一项就是上帝的殿放伫遐拍远。若无上帝的殿，你嘛无迄个真正正常的敬拜生活。你要追求世界一切事，但是你做欠缺，咱是你甲上帝关系敬拜。你追求一切，咱的生活本身，上帝对上帝来祝福，咱铺路好的生活的品质，但是上帝的殿伫遐拍远，上帝无法度显现伊的荣耀。这就是当时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内面所讲的，注重家己。姊妹，我相信咱经过这个事的时阵，嘛可能亲像哈该书共款，咱要得到咱，也是咱努力想要得到咱所爱的物件，但是咱有真大的工作压力。有时咱满足这个物件，但是发觉咱所剩也无偌济。现在伫中国大陆，有时我来看去内面，因现在经济情形时，我感觉我哪即马现在生活呢？特别是较基层遮个人，因为工厂拢关门，拢倒，找无工作。最近有一个报道，讲到有一间工厂内面咧做烟的烟草工厂，内面伫遐工作的人，拢总是留美留欧的博士、硕士，还是伫中国内面非常一流的大学的学生，拢伫遐在做烟草。意思就是讲你毋通随便离开即个工厂，你若先找一个工作，无论即薪水偌低，即摆工作歹找，着袂记你的着爱袂记你的学历，放弃你对薪水的期待，放弃你人生的计划，甲你伟大的梦想。即摆着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收入会当互你安尼活落去，食会饱，你的人生就真美满啊！伫即个环境中间。姊妹，这就亲像哈该书内面所讲，你投资做的物件，追求做的物件，到伫后来拢无得到你所期待的事，因为你袂记你敬拜，你袂记你上帝荣耀。所以哈该书甲撒迦利亚两个先知，因就起来讲，你该转移你的焦点。第一个焦点就是爱转移你过去所追求的生活重点，甲你过去人生的目标。咱真正需要工作，才会食衣住行，咱所徛起的所在，真正拢需要，但是有的是过度追求。咱需要安排咱的食穿用所有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如果这物件放伫你生活上较优先的重点，比较起来时阵，你完全将上帝圣殿、上帝荣耀、敬拜事放在边的时阵，安尼现在必须要起来，去做属于你家己的圣殿，关心你甲上帝的事，然后关心上帝荣耀的事。正如马太福音所讲的，毋通为着明仔载来挂虑，毋通挂虑食啥物、穿啥物、啉啥物、带啥物、用啥物。因为你独独爱所追求的事，优先就是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关于上帝的荣耀，甲关系上帝旨意完成。这句话嘛是来回应哈该书内面对这过去一些人的回应。第二，转移你的瓦靠的焦点，瓦靠圣神。所以撒迦利亚书安尼讲，毋是瓦靠这个权利，毋是我靠这个才能，乃是我靠上帝的神。当撒迦利亚讲这句话的时阵，伊那是讲到什么叫做权势、权利，那是讲到一个政治的规律，那是讲到一个武力。你所我靠毋是政治，毋是武力，互你完成这个事。人拢会用着伊家己，看有啥物种的背景，有啥物资源，有啥物关系来完成咱家己的代志，来
追求咱家己生活目标完成。但是关系到上帝荣耀的事，这拢毋是非常重点。所我可那是上帝的圣神。但姊妹，我相信咱过去拢有一寡经验，要来建立人脉，这是你的资源。要来增加，互咱家己会当提升咱的能力、咱的学历、咱的才调、咱的文书，安尼咱就得到咱所爱的物件。有时咱会感觉咱有真好的政治政商关系，安尼咱会当得到更较大的大步发展。这是社会一切咧做进行的代志。但是这个所在，撒迦利亚书讲，现在咱所面对的物件，关系到上帝荣耀，这个重要事，乃是我靠上帝的神来完成。过去咱这个战争，苏俄甲乌克兰战争，而且咱要看见宽势，特别世界两个大国家，中国甲苏联，伊就联合起来，要来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就开始侵犯，然后支持苏联去侵犯这乌克兰。这是权力，然后因要靠武力，可能一礼拜内几工中间马上转变，安尼我会当靠武力要来完成我的目标。所有这个变化拢毋是因内面所计划的代志。有时我来看访问这个乌克兰因的军事的时阵，因拢常常访问了，拢讲一句话，敢袂记诶。因为是真微小的国家，面对遐大的权势，面对遐大的武力，但是因讲啥物？阳光归乌克兰，我是为着乌克兰的荣耀来战，我是为着阮的国家来战，我是为着上帝互阮这片的国家，为着这个战争，虽然阮面对真大的权势，面对真大的武力，但是阮为着乌克兰的荣耀来战。兄弟姊妹。这个咱像伫真衰微、真软弱，以色列人伊倒去对这个受掠的所在，倒到原来国土，不过4万几个人，这是一个灭亡的国家。但是这个所在，倒起来为着上帝荣耀来讲，为着上帝荣耀来进行，上帝就开力，就甲因三党做伙。所以伫这个所在，咱要看见权势、武力，也是咱本身的能力，有时有行到一个限制的时阵。所以呢，你来看是中国大陆现在所进行的，遐尼好的一个教育，遐有一个能力的人，遐有真大一个国家的人，过去有遐尼大一个经济的力量的人，现在突然间有一个真大的变化。因为有力，也毋知要用伫倒位，因为学历只会当进入到工厂内面去做苦工。所罗巴伯对以色列人讲，起来起造，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予咱的计划甲旨意，乃是起造圣殿，关系对上帝的敬拜，关系上帝的荣耀。如果咱若是照上帝的旨意来行，虽然无权势，无能力，但是圣神一定帮助咱来完成这个事。今日咱是圣神的降临节。这要纪念第五顺罪的时阵，使徒行传记载，最后所基督嘛是命令这学生，你着去，伫万百姓中间传扬，互因成做我的学生，将这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所在，互因的一个应允，乃是我靠圣神的开力。这个人因非常衰弱，伊若无真好这社会地位，伊若无好这学历。伊若无真好这能力，因是一群非常卑微的人。但是上帝将这种关系到上帝荣耀国度、全世界福音化的一个使命交付互因。对因来讲，无任何权势，无任何能力，无任何其他倚靠，独我靠圣神的开力。所以主耶稣对因讲，将福音传到地极，然后恁必须要大声领受圣神的开力。因为关于上帝旨意的完成，无在伫权势，无在伫武力，乃是我靠上帝的圣神。所以要看见约翰、彼得、雅各，伊是对加利利来出来非常卑微一群人，掠鱼的，做卑微工作的人，卑微的人，社会地位。但是当伊来传扬时阵，
一个信息会当互3000人、5000人来归向上帝。伊这是圣神甲伊撒甲都在大能力。保罗将这福音传遍欧洲，虽然有真好这背景，但是讲我可毋是我的背景血统。虽然有真好的学问，但是讲我可毋是我的学问。虽然有真大的这个口才，但是讲我可毋是我的口才，那是我可圣神以及圣神大的权能，我会当完成这个事。兄弟姊妹，今日也是同款，咱必须要审查反省咱家己。过去你用什么生活、方目标做你的目标中心？伫你现在中间，你心思意念所注重到底是什么？审查咱家己的行为，伫咱真好势的生活、真安稳的生活，咱有真好这个生活的品质，咱的食穿用都慢慢达到真好这个水准。咱有真好这个徛起的所在，咱有真安稳的工作。兄弟姊妹，这是咱追求的重点，真正是安尼。但是反省家己，除了这以外，上帝荣耀，你甲上帝的关系有放伫你现在追求的重点也无？转移你的目标，现在是一个时阵。上帝顾念咱的生活，守住咱无欠缺，但是咱讲顾念上帝的荣耀的事。现在咱的幸福小组第3期，咱继续去做，第4期、第5期，有时咱咧计算，这中间到底有偌人信主？但是我一直较信一项，咱照上帝的旨意来做这个代志，继续来做，上帝伫这会摸着伊的心中，一定做真好这个工作。就进入使徒行传，当上帝从最后所差遣因出去的时阵，一直到使徒行传落尾，迄是经过数十年的时间。你看见因拄着真大问题、真大挑战、一个真大迫害，但是圣神帮助伊，真正互福音传到当时的地极。今日也是同款，照上帝的旨意来行的时阵，来做追求上帝的荣耀的时阵，毋是当代志拢会当真顺利。咱今日倚靠上帝，然后明仔载发生真奇妙的代志，毋是安尼。继续行伫伊的旨意中间。然后起造圣殿过程，嘛是要投资真济，嘛是要冒险真多，嘛是要付出真大的代价。但是上帝讲，当你下地基的时阵，你要看见圣殿完成。然后当圣殿完成了，上帝祝福要临到伫你，也要临到伫教会中间。所以，咱是为着上帝的旨意，为着上帝荣耀来做。安尼，咱确实圣神会帮助咱完成伊交付予咱代志。有一个姊妹听伊的先生，但是伊先生都无爱信主，安尼祈祷真久，安尼传福音真久。有一天，伊咧祈祷的时阵，伊看到一个异象，主要说安尼伸开伊的双手，欢迎伊的先生跪在教会的怀抱中间。伊咧看这个异象。我就非常感动。两礼拜了，伊先生讲，我要来生日，刚好。伊太太真着惊。哇！这教会真欢喜。这外派团的，这一定国酷的拢讲袂通的安尼遐久的时间，然后突然间伊讲要来信主，是安这变化，圣神的工作。忍耐、坚持，做上帝的工作，虽然付出真大的代价，上帝所定定的事，上帝旨意所完成的事。一定会完成。哥林多后书第4章讲，有这个宝贝伫咱的头器具内面，这个宝贝带伫内面，伫咱内面就是圣神，要来显明这样大的能力出伫上帝，毋是出伫咱。今日嘛是同款啊。为什么这种物件？为什么代志？咱就大山这样大的阻碍，互咱无法度向前。这样大的阻碍，互咱陷入真大一个困难内面。有时咱甲会卖退缩，可能毋是真好时机，可能上帝毋是爱我做这个代志，这个阻碍遐尼大，等下时机，逐项代志拢顺利了，咱才来进行。现在我可能将我重点小等一寡，转移其他所在小等的，但是上帝讲，审查咱家己，这是重新倒转来到上帝面前，
关系咱甲上帝代志，敬拜，关系上帝荣耀事，咱就坚持来完成。记得讲上帝啊，毋是我靠管理，毋是我靠才能，那是我靠你的神，因为阮行伫你的旨意中间。今日是圣神的降临节，但嘛要学习保罗安尼祈祷，愿上帝运行伫我的内面，这是上帝的权力，我会当完成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我注重上帝的荣耀，我相信伫我心上要来成就真大的事，来荣耀上帝。愿上帝嘛运行伫咱家己的教会中间，这就保罗所祈祷的，富足、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安尼，互咱伫教会内面荣耀咱的上帝，互上帝荣耀伫咱中间显明出来。这就是圣神的降临节，但是靠圣神，为了上帝完成伊的荣耀。咱三甲来祈祷。住伫阮的土器具内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圣神，真做阮的快乐，完成你交付阮的事。阮的一生嘛是共款，亲像圣经内面所交代阮的，阮着常常审查家己。上帝啊，你顾念阮的需要，供应阮的需要，现在互阮伫安稳的日子中间无欠缺。安尼，我嘛是爱反省审查阮家己。阮追求上帝你的荣耀，主啊，愿你的神帮助阮，互阮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愿你的疼激励阮，安尼阮能转变阮的焦点，追求上帝你的国甲你的义。我嘛要转变阮的焦点，主啊，现今阮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恳求圣神引带帮助。真做阮的快乐，完成你伫阮心上奥妙的旨意，以及荣耀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唱会用的诗歌，圣诗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目睭能力极深，你做先知热情源头，互阮经验会到。大家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大家请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欧罗你，因为你赐福满满，互阮会当有教业的气力甲智慧来面对每一天的一切着磨求你嘛欢喜接受咱现场的小可金钱来当做圣工的路用那嘛愿更较侪的人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来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第2页。本会消息第1项，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才有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的经节，咱做伙来读，好无？总是圣神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袂得到能力，而且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俄罗主。第2项，主日学要试办国中甲高中的陪读班，暂定是每礼拜2甲拜4的阴暗。若有兴趣的兄弟，请甲林金熙长老甲徐可信执事来联络。第3项，幸福小组，咱即马教会已经推行第3期可能特别结束吼，请大家继续为这祈祷。每一遍传福音拢是属灵的征战，需要上帝的帮助，因为毋是我靠势力，毋是我靠才能，是我靠上帝的圣神，才有法度抢救人的灵魂。第4项。认捌现代台语圣经的课程，每礼拜6下晡2点到3点半，伫咱教会1楼举行。咱的讲师是杨淑慧博士，伊是咱的执事，嘛是博士哦，欢迎大家参加。第5项，今年2023年新竹区美碧谷儿童的营会有定伫8月初3到
初5伫新竹的圣经书院举行，要参加的人请甲迄个陶思源姊妹来联络。后礼拜的讲员是苏元良长老，主题是看袂起的手，欢迎大家来聚会，嘛邀请你的亲朋好友做伙来聚会，互搁较侪人来享受主的恩典。教界消息第一项，台北马偕病院伫5月31日后礼拜三顶午10点举行张文翰医师就任马偕病院第21任总院的院长感恩礼拜，地点伫马偕的总院9楼的大礼堂。第2点，新竹中会有性别公益部伫6月初3伫新竹教会举行2场讲座，求主保守带领赐福。第3点，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的消息：第一，全国的妇女灵修营伫7月13到15伫桃园的准觉大饭店举行。第二，幸福家庭的经文活动，题目是幸福伫阮兜，欢迎姊妹来投稿。这季的日期是6月30。请牧师有啥物爱补充报告的无？伫咱消息的第2点吼，咱有国中、高中的陪读班。我若看到即个消息，我就回想我的过去。阮较早个厝邻做下，其实拢无所在通读册，差不多足细客厅然后大安尼尔吼，基本无读册。所以后来我高中时，我就去教会吼，所以我有诶生活，我诶读册总拢伫教会。所以教会内面是我读册的一个所在，还佫有一群遮真好诶朋友吼，做要读册。所以若是一工会当2-3点钟，会当专心读册，做教育。所以我整个高中的读册的时间拢伫教会，多多信主安尼。所以后来我来考大学考着安尼吼，虽然大学足歹考，但是会考着。所以看到这时，我感觉讲咱有安尼一丝愿意安尼培养，付出这个时间伫遐陪伴来读册，这真好。所以有可能就是讲厝邻咱即满真好势吼安尼。但是有当伫厝内较无真专心读有当时起来行一个，看一个电视咧，冰箱开一个，拢无法度专心。所以若要专心读册吼，其实伫教会上好啦吼安尼。有人伫遐咧鼓励安尼吼，专心来读。所以咱鼓励咱的兄弟姊妹，若是有安尼义务国中、高中拢嘛会使来到这个所在来读册啦吼。因为伫6楼迄个所在嘛真好，所以有。现在有差不多3-4位，佫有包含咱的辅导伫遐安尼陪咧，我相信对有真好即个帮助吼。咱几个课程呢，其实拢慢慢会当完成吼。咱的台语的圣经课程，即个拜六是上尾一遍，上了真趣味。你会感觉讲，我想要上看卖下吼，最后一遍把握一个机会吼，会知影讲这上课足欢喜的一个心情的代志吼。然后咱的幸福小组嘛，差不多到佫剩差不多2遍啦吼，安尼所以咱继续为着这来祈祷吼。要来欢迎许芳瑜甲卢淑文两位姐妹，非常欢迎你们。因是对新城教会来吼，这是一个淑慧2个妹妹吼，安尼非常欢迎。等一下我们再谈话一下。各欢迎苏玲跟许金丽2位先生弟兄，非常欢迎。这是佩宇的同事吼，安尼咱教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心中非常感动哦。即摆拢有参加咱的幸福小组，对不对？安尼。我听朋友说你是江波，对江波，我相信是上帝带领，上帝现行的一个感动吼，安尼。非常欢迎。因下晡拢应该参加咱的幸福小组，是咱的 best。咱做伙来唱祝福切恳的诗歌，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
让我亲身感受你火热的慈爱，求主仁爱充满阮的心内。大家请起立。超过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我哋教会，甲伫耶稣基督，荣光归伫伊到万世，代代无衰。阿门。